练歌加歌都是团员帮我伴奏一下，哦，你还有人帮你伴奏，那你觉得我们乐团还可以吗？这超过满分啊！超过满分啦，很棒啦！以后对 key 可以多对一次。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板子为什么不做大一点？因为这你还表演呢？就这个，我们到处都可以拿着，甚至你上厕所都掏出来给旁边人一起尿的。这样这是热气，没有就这样扶在墙上这样，你宽到脑这样。来，掉脑捏喽！来哦，三姑六那冲啊，心路开哟，我从各位心所，脑捏大擂台，脑捏强下来。来到呢，流行歌曲组的爆米争霸赛，上礼拜避免一关的送出门。哎呀，新的局面啊！新的局面哦，所以哈，很多的抽几句，系嘛？实力坚强的宇宙的抽都大，没呀，有一些事情都是证明，嘿，献歌当重要，冇错，安尼参赛朋友啊，做唔得乱献歌诶，做唔得乱献歌诶，没有上在挑战去搞，你献到金曲。乱献佢係蒙詞，蒙詞啊！你個獻到金曲歌後嘅歌曲啊，啊有蒙詞嘅法，就冇辦法咧，係冇。對，好啦，真的新的局面啦，那少宇你也是要加油啦，好不容易這樣累積已經一個5關咧，5關咧啊，係咩？這很不容易誒，又要從頭來過誒，又被打下地獄，然後又再上來這樣。冇啦，你偏偏咩地獄啦，那友善區啦，有甜美青綠會啊。是。希望而家份數咩清過啊？對，今日有時咧參賽朋友歡迎，哎呀，T 輩來樣嘅哈，好，歡迎，李俊來，來比賽之前的介紹呢評審先生，好，歡迎，總比先生，齊澤比先生，黃希樹先生，姚少奇先生，那馬上進行比賽啦哈，歡迎 TV，來自台東綠雅。陳秀蘭，你係唔會記得我冇？哦，來，唐官啦。
兰手机吼，一个秀兰秀兰，袂出家啦，袂出家啦，秀兰。嗨嗨，有什么难的都可以改。哎呀，你客家人吗？真客家人。真客家人。土土地地的客家人。哎，爸爸媽媽係客家人。錯。用嘅喏，冇挑到嘅。發生乜事情？每年發生乜事？係啊，唔感覺帶到。其實都人衝咗千號。千號啦。台東嗰邊佢條阿妹嚟講，喺台東嗰邊嘅貼會衝嘛。對啊，咩嚟撈到台東全部都原住民朋友比較多啊。客家中青島啊，青島啊。禮拜尾台東嗰邊海鮮出來嘅朋友啊。所以也係是算睇到嘅台東嘅。誒，從細就待嗰邊。不是，我是在新竹出世。哦，新竹出生。哦，關西人。關西人。啊，細細辦過去台東。啊，奶妹嫁過去。哦。我女兒嫁到台東去啊，所以我在那邊現在目前有在弄那個民宿啦，所以說我現在也在民宿那邊幫忙。哦，倆啲嘅片天數。哦，這個做民宿哇，現在很風行啊，對啊，親戚啊，對。咁下一擺做到依家民宿，民宿哈，誒，民宿等他個報告一下，係乜個民宿？陳設茶香。陳設茶香。陳設茶香。去到有客家味的哦。誒，客家米線。所以都變成做飲茶呀。有。我們都有安排。台東嘅面青島紅烏龍嘛，紅烏龍對，就茶你也來過啊？有啊，我去過，還記得嗎？記得啊。哦，你那時候去的時候有一聊。有啊，那一次駐村小隊的時候，對客家有一隻實講節目。一個片有，哎呀，一家民宿啊，沒茶園吧，茶行，這個文化館啦，哎呦，我們文化館，哎，奇怪，這個台東是好山好水是，好米啊，好會唱，好米啊，池上米，鹿野有米嗎？沒有啊，鹿也有啦，那一帶都很多啦，只是說沒有池上米那麼出名啦。池上米也有啦，其實這邊的米全部前後是發動體體。不錯，好，我們慢慢再來聊啦。好，來，先唐先生的貢品啊，台東來的朋友啊。小蘭你好，我唐你聰講我想聽聽看你公發嘅嗓音長什麼樣子。然後我剛才聽到你說話，有點啞啞的，啞啞的。其實你嘅嗓音有一個很特別嘅迷息。對，那但是今天兩首歌曲，我覺得你也表現得還 OK， 好，但是 OK 還 OK， 但是有一些很問題，好，就係你嘅音準，你的音準今天的控制沒有那麼好，再來就是很多你換氣的地方，好，可能真的你要稍微去做一些修正。練的時候，我給你一個方向，好，其實我唐你從第一句的時候，你呀思念你有一個這個啊，我很喜歡這個味道，我覺得這個味道很漂亮。但是你看後面看帶給你個時節，你的聲音就啞啞的部分就會跑出來。可是你唱你呀思念你第一句你並沒有，再來就是最後一句風中嘅鼓的那個風，你也不會。那表示說，你不同的共鳴方式是可以幫助你避掉那個沙啞的。好，我們唱歌常常都會因為低音的關係就把那個共鳴壓下來了。好，可是其實這個方法並不是很正確的。你看你那個你呀，剛好這個共鳴都在上面，風中也在上面，也就是說，當你的共鳴在比較高的時候，你的那個沙啞，它會避掉。也就是說，當你在唱那個你莫情，你可以不要你莫情呀，你莫不用這樣唱，你可以你還是放在上面，你莫情呀，你莫，你就可以避掉你氣嘎嘅啞的那個部分。好，你轉譯可以詞寬練習看看，然後一定要知道一個樂句哈，海愛真心怕。這裡海愛真情，不要換氣，怕用你整句話都斷成一半。還有不用愛孤單訴孤寂，這也是一句話，你不用愛孤單訴你這樣就把那個樂句給切斷了。好，今天比較可惜的是這個部分。那我覺得低音的地方可以再練。我不知道後面成績啦，但是如果有機會，你一定要繼續練習，試試看把你的共鳴都放在那個比較高的地方，讓這個沙啞的部分可以不要凸顯出來，但是這個沙啞不一定是你的缺點。當你在選擇，因為我覺得你在唱你莫心呀，你的降氣
十足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换一个比较有愧靠的歌，这样我觉得应该会蛮适合你的。好，下次可以试看看。谢谢，加油，谢谢。抽个题考一点，对，抽个口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很棒很棒。来，看一下2个粉丝来。看一下陈秀2个粉丝。哎呀，91.5分。哎呀，这分数，因为 Hellboy 啊 CV 东强。对啊。我有看他们那个试唱过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强棒。所以我才紧张的要死。啊，你们懂真呐？对啊，莫听听众啊，听众不一样用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位你就多个0.5分就好了？人家当然这奇怪了，你小气什么？今天怎么那么严格？没有，台东来的朋友来，还笨蛋希望讲Hellboy老师会笨呐。哎，对，有啊，23啊。哦，对，有超级老师，你怎么都多个1分的了，对吧？加1分没用的喏。对啊，人家亲朋好友都来了，从台东来呢。你看来了，新竹来啊，新竹啊，不是台东啊，没啦，新竹嘅好朋友来啊，加油团都来了，你看。对啊，你不给人家一点面子。没办法，你就按公平啦，哈，没亲难公。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是平常有在喝酒的？没有，没有，喝了抽烟。没有，本来就是声音就哑哑的。哦，这叫马老公啦，英国马老公。你这位来下，哎呀，差不多就按用，就会啊的呀，系嘛？对，系嘛？好，好，今天看你的这个分数，看表演用吧。好，谢谢，我是恭喜梦给留下来。其他推啊，安子生可以吗？不好意思哈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推动来的朋友，真的难得呢，难得啊，推动，真的啊，法脸我们就觉得来就很稀奇了，台东的那更稀奇呢，对啊，东燕呢，我抽4点人钟的火柴，我本来想说还要问他说是那个鹿野高台那个，好不好玩的？什么东西好不好玩？就做那个啊。气球啊！哦，热气球。对啊，对啊。英国做对吧？你做一抽一下。下礼拜再问。下礼拜你也不一定会留下来。我一定啊。好啦，好了，沙雷鼓球艇带来，平周盘歌一声。来，弹个啦。相随过一生，永恒的爱唤醒了红尘，感情路上越来越真。来也老，你穷下过一生，风风雨雨，良因不分离，莫非过去的伤痛。写下来不容易的缘分，来也老，你穷下过一生，咿咿呀呀，永远不离分，送送对对，看天当神明，来老你的最幸福的。送对对，看天当神呢。
两位主持人好，各位就充满乐功各位品牌先生好。对，这看他唱歌就是好轻松、好自在，他已经把这里当做他家一样。对啊，他们家的这个浴室跟厨房，这边就是演唱会区啊，然后摇滚区。对啊。哎嘛，吃餐大家都高兴。你看，董秋还闹热大擂台的个驻唱歌手，驻点歌手，还有驻点乐队。对啊，希望。对啊。哎，那个乐队老师应该可以玩一下那种，有没有？一首歌然后可以变好几种调子，有没有？边挑。来，有没有？现在抖音有一个很流行的，在大陆，然后他们就是在现场比，然后就现在然后好像变什么歌这样，就这样变来变去，串歌这样串。听得懂吗？哈，听得懂吗？大概听得懂，大概听得懂。小强有 get 到你，有 get 到，有听懂，但做不到。不是主持人说什么都要做，好不好？不，那个是 leader 要 cue 人，leader cue，然后那个歌手也是在现场，然后就那边听，然后 cue 啊，等一下，你唱什么歌？哎，然后就马上就接，很厉害。你留在做场的都很厉害啊，全部都懂厉害啊。然后就是这4个人而已。然后就这样变来变去，很好玩。你吃了今后高，你们做的高一下。对啊。你可以验充 V 时间。哎，好。来呀，来呀！他现在连主持人都可以。不是他要开演唱会了啊？他是要开演唱会了。那可以验充 V 了呀？没有啦。你不是有个发表会，歌曲发表？冇啦，取消了。没取消了，刚之前燕峰讲，退休也是给让他开个演唱会。他要到我学校去跟我开演唱会。燕峰哦，燕峰不是我啊，燕峰唱给你那些小朋友听。学校的老师啊，学生啊，对，燕峰燕充，燕峰没啦，我老总都可以验充 V 嘞，冇万倍啦，唔会啊，很轻微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驻点歌手，你在这里闹热大歌厅驻点，你已经在这里训练了5、6年了呢，对不对？董立辉的公司才发，你同来差不多9年呢。学姐，大学姐。对啊。大学姐，学姐是喜欢唱歌这样。是。好充实嘞。对啊，生活又休闲又好，对啊，太厉害了。像这位先生，公平一下。先生好。求挺大学姐以后。先生好。我先讲吼，那首歌较特别，因为一开始唱法语，后尾唱客家话，可能你唱还有讲客家话太久诶，故说你。啲法语唱法语是咬丝咬太重诶，譬如讲漫漫红尘，遇到爱的人，还有那个唤醒了红尘，就客家腔就出来，其实对应到其实唱客家歌咪强样，有時唔是咬太重，咬太重嘅時間，嘅感情出哈冇按溫柔、按輕鬆，所以全都本人給你講第八度哈。你喺愛吃到唱法嘅時，嘅落差會有點重哈。不過還好，短短的四季天天，轉到啲客語歌曲，因為呢首歌曲它中國風一點，它有點中國風的感覺，其實當時客語。不過我咩嘉龍先生啲討論講，係唔係呢首歌曲嘅 key，你聽得太大嘅，其實你嚇個。班集 key 嘅話，而其實有一啲咧中高音其實當好彈，因為呢首歌曲其實冇當過呢。咱擺太個線高嘅，你做得往上往下調整，這個衝這個詞可能其實用錄 APP 當不要當到做得潛這個 key 嘅東西，我知道係做個這個個班集 key 差唔多，因為後背兩邊啊，其實彈起來平平，冇乜感覺。當然，因為你可能替邊的學語嘅時間，就不用動到嘅力氣啊，不用動到嘅感情，啲喺度太難嘅。所以後尾彈起來，兩邊都強用。你所以你講嘅嘛個層次，層次冇做出來嘅時間，你首歌曲彈起來就當平。還有我知道有兩句唔唱得當好，風風雨雨兩人不分離，還有咿咿呀呀永遠不離婚。我知道你兩句嘅轉音也好，也係講你愛調，你愛技巧也好，也係講唱歌嘅方式係知道嘟好。唔過喺唱到人嘅時間，譬如講幸福嘅人，3句幸福嘅人。調兩句，其實每音要盡到可能你講每音太準啊，要拖長長。唔過你兩首歌曲都太短咧。譬如講，你講人有冇？要咬合完整，人不離婚有冇？客家話撇出來重量，唔係講唱到幸福嘅人冇誒，就彈起嚟。你專門100唱到最好。幸福嘅人，
更完整的感觉吼，出本了书歌曲加较多分数。不过你一直以来谈的同样的问题，就是讲我讲秋婷100分嘛，冇，差不多98分。你讲你60分嘛，冇哦，你有80分。我说那这个想一下，你要做功课係講。不管乜歌曲出來，我成消化一下。可能剛羅大哥講，你要懂幸福啊，哦，懂生活很好啊。太幸福。沒做唔得講，你我們回到生活不好，你想一下，譬如講你要唱歌，我教你嘅方法，你想一下你後生嘅時節，一定要懂辛苦嘅時節啦。都寫嘅，而家講老講嚴格，而家講自家心情樣般低潮，喺度到乜嘅。他冇按好嘅事情嘅時節，啲感情會來出來，攏兩模強樣，出自家即獻歌嘅唱歌嘅時節出來，除非有他冇強嘅感覺，好冇？加油！好，安謝謝，謝謝先生，謝謝先生，請我一點二好來，好，永遠的大老二，來，看一下人嘅分數，來，看一下顧秋婷嘅分數。好，西蒙先生，好，西蒙。屹立不摇了。哎呀，我应该听小刚老师刚刚要叫我高一点。哦，他本来有叫你高一点，你自己不敢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没有自信。对，他已经高3个 key 了，你要相信专业。对，他长得会骗人，当然人其实很好，很专业呀。在专业部分是很专业的。对，好，西蒙先生，下次老师的话要听一下。要听，老师的话要听，讲3次。哦 ，OK， 好。好，西蒙先生。休息沙了。稍嚟一秒停，帶嚟什麼案講？好嘞，躺過來。福建歌、家歌都是在車上邊開車的時候就會邊聽，然後先熟悉一下它的旋律，熟悉之後就會去團室，然後請那個團員幫我伴奏一下。還有人幫你伴奏，那你覺得我們樂團還可以嗎？好啊，好。我怕你覺得以後可以找我們自己伴奏。比起來，大概他們幾分？超過滿分啊！超過滿分啦，很棒啦！以後對 P 可以多對一次。謝謝。西尾安裝，手上的技法，拍拍嘅牙齒，風風嘅嘴唇，摸出阿妹講法。西尾安裝，西尾安裝，身高嘅沒有辦法，漂出嘅身材，甜蜜嘅笑容，食材也得寧夏，風發。也會炸，西尾安裝愛馬薩，愛上多斯文又後生，愛愛唔愛差，風化又嘅也會炸，西尾安裝愛馬薩，愛上多斯文又後生，愛愛唔愛差。西尾安裝，手上的技法，拍拍嘅牙齒，風風嘅嘴唇，摸出阿妹講法。西尾安裝，西尾安裝，身高嘅沒有辦法，標準嘅身材，甜蜜嘅笑容，食材也得寧夏，風發。來炸，西尾安裝愛馬薩，愛上多斯文又後生，愛愛唔愛差，風發又嘅也來炸，西尾安裝愛馬薩，愛上多斯文又後生，愛愛唔愛差。
你看嗓音啊，跟个节奏轻脚。对对对，他把它做成这种快板的哈。哎呀，没有糖啊。对啊，但他感觉动作很平静。对啊，他律动感比较不是那么多了哈。哎呀，尽量。那感觉好像是，好像是一定要把那个女生。你是被定住了是吗？用强的，有没有？就这种谁没安讲为马三公啊？对啊，好像感觉有点。对啊，好像你没跟我在一起，你是什么？对，好像。对。有些那种，对，那种律动感都出来啊。我已经尽量了。他尽量了，还不够轻佻啦。他刚刚唱那种人可能碰到他女朋友应该是恰北北那一种。干咩？好。他是玩乐团的人呢。哦，对。搞弄团的演出嘛，黑不黑吉他手呀嘛？难怪有这种。你是吉他手吗？我是主唱。主唱哦。主唱还这么害羞？嘿。就每一个人唱歌有每一个人的味道，不一样。你冲得清吼。好。嘿，好稳定，嘿，清风主冲难怪啊，练唱还在练团式唱，那算清有钱。练团式啊？对啊，怎么那么好？你练唱还可以在练团式，我们都在浴室、厕所唱的。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唱，所以我其实唱歌都先在车上，就是我练歌加歌都是在车上，边开车的时候就会放边听，然后先熟悉一下它的旋律，熟悉之后就会去团室，然后请那个团员帮我伴奏一下。你还有人帮你伴奏，那你觉得我们乐团还可以吗？好啊，好。我怕你觉得以后可以找我们自己比来，大概他们几分？你好，满分几分？满分。满分几分？满分几分？小 Ken 老师又站起来，他不高兴了。讲话小声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老板坐在那边哈。对。声音丢呀。他有没有工作就看你哦，看你评分哦。就超过满分啊！超过满分啦，很棒啦。以后对 key 可以多对一次。谢谢。是也不用一次过就好了啦。有时候我听了耳朵也不舒服啊。没啦，开玩笑。好啦，冲出来要谈欣赏公平的哈，唱笔数欣赏。好。有婷你好，其实你给上动吼呢，然后这首歌《聊聊够 Q》整经系动经典的歌曲，冇可能给演技，冇可能给谁退，从出冇可能给咪。我记得上拜有一早动后上给谁来美从《聊聊够 Q》自发嘿。一从头出，就是人跟歌是对不起来的。你长的样子跟你唱的样子其实是对得起来的。可是对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讲说，这有点恐怖情人版。对吧？真的是讲出来啊！对，就是那个，当然可能是因为你想要配合这样的节奏，然后做这样的改编。可是从够又西西也问题嘿，到后半段的时候，其实你会赶拍。你一直在赶，对，我们都觉得，你一直在往前冲了。还有这个以及罚是往上升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都从太短嘞，就是2次的没有胆罚跟一级罚，这个罚你都唱太短了，反而是在那个木珠啊，我一共罚共罚，然后还有等一下这2句，我发现第一次跟第2次的这2句都非常好，可是到花的时候你都太短了，反而是你要去想一下每一个句尾，你有走马改时期，你要怎么样去诠释？然后这首歌挺简单的，所以层次上面好像你走两白穷容改死清，就是感受不到说，你到底这个中间隔了一个间奏之后。你可以创造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你的诠释方法？我们在这个部分今天是根本也还没糖都给，就是比较可惜一点点。好，对，反对朱老师认为说我这首歌挺简单的，唔嘿，你朗朗上口诶，简单的歌会真难做。开玩笑啦，好来，看一下分数，看一下叶玉婷嘅分数。好，92.5分，球体机票分哦。这位李华了，没问题啊，谢谢。好来，恭喜啊，下一次希望你碰到温柔的情人，好不好？不要变成温柔的情人。对，不要那么恐怖，好不好？我会怕。好了，沙来，李小怡带来莫吉。好了，弹完了，莫吉。
对呀对呀，你这一套衣服是跟芙蓉大饭店借的。不给发点多哎，很休闲呢。一法脸开芙蓉大饭店，他们就穿这样啊。真的有穷呢，哎呀，是那个马来西亚风了，感觉。没有，就刚好这首歌又刚好很那种轻松，对，轻松的歌。哎，真的进后堂呢，后堂啊，真的。他唱歌本身问题啊，是他给狗路。其实送礼拜是跟礼拜没差不多。2礼拜没差不多，哎，错，有错不错？对，刚刚又这样子，就感觉在哪里？你又在陷入你歌的情境里了，对，有点对。哎呀，你刚刚前面一直在念歌词的时候，我就想啊，完蛋了，因为你一直在在意歌词的部分，那就完蛋。赵勋跳重说，哎，有皮奶肥的，然后就练习练，对。哎呀，你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呢？给你们伸手掌心打一下。老师处罚一下。我觉得这男女授受不亲。不好意思。歌词懂冲优了。对啦，因为大概对大概歌词时间只对了好这几遍这样，然后可能还没有真的完全就是还在卡在那个节奏的状态中，不够熟练啦。我错。这好可惜哦，真的。这个问题你自己有办法要克服它。哇。因为有些这很爱走，曾经有一次演到台上就真的忘词，然后就开始在不推当后蒙词可能其他人蒙敌啊，你比些观众朋友啊，对，蒙因同平分嘛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必须发有平身欣赏，就敌你冲不冲？你还可以靠你的临场反应去救回来。你不要说你很多相声演员什么，他们在舞台剧上，有啊，你之前一参加你给哈嘎天视台节目啊，对，怪哈林门嘛，我这。进大观园相声厉害哈，懂厉害，按厉害，唱多青多清厉害耶。那一路大开眼界，就是相声演员们之间该那个段子哈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不会落下，就跟欣赏两位的那个，他们每位都学富，没，学富你好效仿。我们在拉迪赛而已，他们是拉迪赛，他们是真的言之有物。而且我以为他们就只是反应很好，没有，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多背景的功课，要去研究剧本。然后我就在侧台就看到吴思伟跟宋明翰
2位就是相声演员的对话之间，一个丢一个捧哏，一个丢哏，再捧再丢再丢。练习他们要讲一点没有共发就按用。因为大天那天也是来宾，然后大天就问他们说相声怎么样，开始就是很优秀的喜剧演员嘛，本身就很厉害了。对，他是很优秀的喜剧演员，他就想说问相声演员，相声幽默腔用。对，然后马上现场就叽呱，哦，好厉害！我除了佩服，我就觉得我在旁边这样看，这样真的，每一摆看到掐手零欣赏啊，没吃到懂厉害。我说艺术大师，那真的艺术大师。而且我开始他跟那个唐川老师，那个真的是也是绝配啊，真的啊，也是绝响啊，还是很棒的，还是很多后辈也很棒，很优秀的。明翰他们真的很厉害。对啊，各个领域不同啦，对啊，所以你唱歌你这个部分好不好？歌词这个部分记起。歌词俩我基本的哦，小记欣赏。好，少宇哈，那个做个5月初其实以后要下来哈。其实我从第一摆中国的比赛啊，就讲过，其实对你来讲哈，这个唱歌处理 anyway 的客家歌曲的部分，其实你这个已经是得心应手。但是你跟角色扮演的时候有一张问题，就是说你在演的时候会演过头。然后第二个，然后有的时候你说要自我突破的时候，你会演到就是模仿那一个歌手去演唱的时候，那你会忘记你自己在唱歌过程当中你去改表现。这个表现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唱到连词唱不一样，你都没有感觉。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歌手或者是一个参赛者，跟一个艺人某共用，就一个创作歌手哈，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唱到忘我，哎哇，可以做一点。那一个表演者呢，或者他唱他自己的歌啊，比如我这个像罗哥唱那个《谁妹暗讲》，他可能多了几段那个词，那对歌手来讲，它是一种表演。但在我们这个舞台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你要拍子不超啊，你的 pitch 不准了，你的单音跑了，你的歌词错了，可以唱得那么自然，对我们评审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压力。而且唱到我都没有感觉你到底哪里唱错。但这个很多歌词的哈，比如说我们讲施慧老师哈，我有听过他唱这首歌，我也问过他，拿过你词下按多怎么改？他说我就自然写啊。那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他脑海里面，给出很懂吃眼，念那个，练，他在叙述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嘛。妙笔生花，没有他没有去想，他没有想说哪家可以词而用玩下，他就一直念下去。然后我们要去跟他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顿点连拍子律动懂哪填嘛哈，他咕噜唱完了，我说你不用换气哦，哎，好像对哈，好像我不用换气，为什么？这是自然懂吃眼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。我这里有几点要建议这个我们少宇的讲哈，因为一定要到舞台哈，有时间一定要评审懂难走啊，又蛮讲的，因为你错1张10、6张10的时间，你单一有跑的时候我们要扣分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你那个词错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要用版用那叫角度去看，哎，了解吗？听一点还是讲哎，你要跳脱那个你站在那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心态。第三点，不要一直想着说你要突破的结果，告诉讲你没有准备好去模仿或者练唱那首歌的时间，你会造成一个就是你的内心的一个压力，这种压力到后面你就会站到那个舞台，把词唱错了你都没有感觉，而且变得你自己的这么样的自然，让我们评审会变成很可惜跟痛苦。好，继续加油！好，谢谢安子 C， 到家了哈。分数了，好，分数了，好不好？见真章了，好了。好，欢迎阿李修一个分数。哎呦。第50衣服，我说的啦，有留下了。还留着。哦，不要哭了啦。不哭。啊，不哭。会。感觉你又要哭了。会输了哈。什么？手指内化它。好 ，OK。好啦，拜拜。加油！所以MCC。眼光已经湿润掉。因为他就比较感性嘛，做戏卡给你嘛，对啊，做舞台卡给你。好嘞，沙雷，里面一贯的松竹梅带来，我讲出来。好嘞，弹款啊！
相信，爱袂到也电影。Can you feel slowly? I'll be there for you. 爱讲出来，爱讲出来，敢前方路有几长 ，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。爱讲出来，爱讲出来，美国高山兼个彩虹，各自喜爱的最爱。Come on， 爱讲出来，爱讲出来，敢前方路有几长 ，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。爱讲出来，爱讲出来，美国高山兼个彩虹，各自喜爱的最爱。美国高山兼个彩虹，各自喜愛嘅最愛。大家好，今天姐好，挑战 rocker 哦，而且可以吗？很累啊，不是，是很紧张，很紧张哦，很挑战啊，很挑战啊，这个很好。哎，你那个人哈那个共鸣就少很多了。我有去自己去练习。蔡秋凤的共鸣就少的。哎，你是给他打音的嗓前面清后的。对啊对啊，哎，其实你我自己前面的音很好听哎。我是属于我自己的音色是属于偏女中低音，我自己的要求，对我高音是练出来的。哦，听得出来，刚刚看你唱得很辛苦。对，真的，从头还有不，他还有压喉音哎，那种，哎呀，没亲力会啊。你有一点那个客家界的那种邓紫棋的感觉。哦，有些这种感觉，鼻腔共鸣。对，他说学邓紫棋就是你把鼻子有吗？哎有吗？哎永聪啊。哦。爱情就像泡沫。邓紫棋那有爱有吗？你是看看你是。泡沫你会冲吗？要做那个脸是吧？那这样真的吗？好。美丽的泡沫，只虽然已沙花火。有，你试看看，你试看看，唱你的嗓慢，快点。嗓。摇头，无奈，所以唱腔很重要，真的。好了，唱完了。拍谁好？唱完了。要听讲评吗？那请张佩茹老师来讲评了。朱梦你好其实很喜欢你的嗓音啊，真的很有个性哎，谢谢。我觉得很棒，而且你的型，其实你站上我就是想，哎，一个小 rocker 啊，真的。而且我这一次觉得你整个自信都出来了，我觉得很棒。那 OK， 给波尼老师 GoQ 我觉得你大致上还不错，但是你的那个中间有做的一些变化，我也还蛮喜欢的。而且我最喜欢你那个小转音，这是你浑然天成的，很好，这个真的很棒。好，但是其实你今天我自己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爱讲出来这个地方。每一次你要知道爱两个都是重念这个，可是你如果把它连过去，你第二个字没有重念，就会很可惜。你那个两个这样讲出来，你那个要把它念出来啊，你不能就划过去了，然后变成你音准也不到，然后又抢拍，你每一次那句都会抢一点出来。可能比较难，你就把它划过去。那你可以是再用一个力，看是不要用这里，绝对不要用这里，用身体的力量，然后保持住你的那个共鸣，然后把它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两个
很清楚。然后最后有一个地方，你那个给嘴哦 ，come on， 你加了一个 come on， 可是请你的也要在点上，你不能很嗨给嘴哦，come on， 就下去了。 整个拍子就乱掉，这是今天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但是大致上我是很喜欢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看分数咯。好来看分数来。邱定志还有玉婷。哦，杨幂就是你两个呀。好，看看分数。安尼呀，同时呢，那个秀兰姐哈推动来的朋友就较排斥哦。安子 C， 我以後的根本嘅粉絲團要來哦。係咪？多謝啊，安燕的推動來到呀。喺咪爭來了哈？安子 C。 來比啦，好嘛？好，拍攝嚇，拜託哈。好，安用出來看宋祖梅嘅分數。四台邊境，也上創來切紅哦，鐵也個牛絲也要爭，伊個本身咧上要當錢啊，嗬，相當錢。本來倘若前3段創來當紅，應該不宜當過分。結果你。好，用出來看宋祖梅嘅分數。哇！恭喜祖梅 B 面成功，搶登上 B 面再破 B， 目前 B 面6關，恭喜宋祖梅。 也來到傳統組嘅破 B 爭霸賽，目前 B 面長 ，B 面6關賴燕婷，加油，還有4關。非常朋友厲害哈，係啊，就沒有敬老尊賢，都唔會用路。憑實力啦，你還比賽嘛？實力啦，真的唱得好，上演有獎哈。好來啊，嘅比賽之前啊，來介紹下你評審欣賞啊。好，歡迎昌永慶先生。 李秋華先生、嘉琪貴先生、林贊義先生，好嘞，來，有請 TVB 參賽朋友 ，TVB 係用力帶來評判，來，彈開啦。 唱一條歌哦，喺藝聽到哦，李秋華先生唱過以後，TVB 幫我感動嘅一位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。
哎呦，你感通了哦，差不多。难怪佢條下咧出木子，你冇？係咪？係啊，你非常之咧。叫迄老的老白油。哎呦，你睡饱啊！哎，一男的糖豆你冲嘅較軟呢，有冇？哎呀，靠條啊，後糖真的後糖。後糖啊，後糖啊！葱有2000遍學秋霞老師哦，真的哦，難怪有秋霞老師的味道。而家佢只有排球啊，有加米托。我台灣在下面練唱，我不知道秋霞老師企到旁邊。哦，真的哦，我常常一反人講，我講排誰啊？天天限兩條。挑戰啊！對，一定有原因，因為佢離婚幾下擺嘛，對嘛？個聲音嚟，咁係要停到廿八。我聲音全部冇停啊！冇停咯，冇啦，冇全部。結婚咧，全部聽老公。也唔係啦，全部自己要自己家庭咧。哦，就60歲成年咧，自己要。哦，那我有啊，對唔好嘛，聲音。還好啦，你喺山西咩東風片啊？這個視訊給你，打電話給你。冇按言佢哋高雄咧，我哋先做。哦，親演咧。跟人家有人皮嘛？冇。冇，我就老人講，冇一定要應啊，要應啦，我死都不靠冇應啲。係，唔會啦，唔會啦。是真的啊！現在出一行啦，孤獨老人，交朋友嘛。你之前搞，我給他沒叫我做的咩嚇？所以冇咋搞啊。冇，按到冇人愛啊。奈何？當然講啊，搞冇。對吧？林占一行長都做對了。林占一行長在這裡那個，這裡成真搭伙。師母啲嘅片有冇亂講吧？對，如果是。但我被黃師母。不，如果是搞朋友搞真有嘛？真有嘛？搭伙。找搭伙伴侶，男女老少皆可。對啊，如果你是孤家寡人哈，然後這個，反正聯絡你只走單邊家財萬貫的哈，家財萬貫的，然後那種癌症末期的，那種可以找他。莫用啊，都很可憐，好，又再來一個癌症末期。就好了，可以，好了，從這來，唐貢平咯，唱高中欣賞。今日楊小姐唱呀。平板啊，從娘親兔子的一個歌詞啦，吼，一個韻腳啦，個感情啊，各方面都唱很好。但是最主要記住，個苦難當中嘅很강呀，吼，佢可能因為佢做音做下去，佢個伴位唔錯，冇立到啦，辦啦嚇。有差檔到啊？有啊，我有整啦，但是根本也個伴奏嘅樂水吼，那個配合都當好勢。有聽到佢。那個湯冇乜事嚇，千萬唔可以紅啊，湯唔實。相當有一天呢個長途嘅。但是基本上嚟講，佢唱嘅規下算以後啦，但是。一個部分吼，就等於講就跌板嘛，嚇，就係板有問題嘅啦，嚇，等於司機都講有兩機係安尼，嚇，佢說還冇注意啦。其實一條講嘅吼，唔係也當然大家都安尼寫講古詞曲，其實唔係呢係佢先開始唱嘅人很多楊玉蘭。楊玉蘭係嗱，楊玉蘭也有，這種事也唔係算講作詞啦，就嗌到4班嘅人嘛，係，佢屋企咩有劇團啊，關係係，屋企有劇團係，佢唱出來以後，大家知道先好，就係嚟學習傳下來，但是也有佢這種事也有六日嘅唱片。所以咩呢就推廣下來。所以馬來西亞冇辦法。大部分就照楊玉蘭嘅版本去唱，但是要做得要改編啦，各種改編都要。最主要咩也司機啦，先主要係嚟後背聲音嘅，後背係有太隻聲音嘅。好，但是以啊歌詞嚟講，嗌到上下有咩會同佢探討啦，嗬。開玩笑會講。而究竟佢唱嘅係T3年前唱嘅，也係佢自家唱嘅，也係
来莫会创诶，呀果子都按你讲要动神气啊。你望阳性兔子苦难动，艰难辛苦应该用，究竟迄来创诶呀迄。也係暗未創嘅，也係天神咋創嘅，一次其實唔來去注意嘅，原來人家詞係唔係按嚟創，但是大家冇，因為家大家都係傳來傳去嘅啊，係冇，我就咩要創咧，我就創唔會按嚟創，唔會按嚟創啦。我問題創了以後，創了以後，對，創了以後，不同視角，好，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咯，看一下永利嘅分數。都有一些多哈，没关系的。好，佢今邊嘅分數，有判斷冇一天啊，沒關係。創出來以後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謝謝，好嘛，謝例子哈，也可以拿。對啊，跌板那種東西真的是。都很清楚。佢之前流行歌嗰種係清記得代表蒙詞啊，蒙一吞。真係。沒幾隻詩係一吞那樣。流行歌嗰種蒙詞，啊傳統就跌板那樣，哎。冇高中嘅實力實在冇法講。哎，真的。哦。哎，要用版的。必須冇辦法啦。係啊，好啦，殺下啦。殺落去鄭優美帶來神稿子。好嚟彈講啦。有米字啊！這做嘛用人做嘛啦，哈。係啊。本來應該係雖然你順的創意，我都冇問題。你笑咯。當翻譯。不住呀，係咪？沒有，不曉得，突然間好緊張起來。啊，因為好緊張。這緊張嘛個東西。係啊。哎呀。你就算蒙詞，我沒有扁他一樣。又唔係唱特別細會調整人的把咧，調整人的力嘅，調整人嘛，變到會緊張。太太風風衝過，然後緊張。嗰下成日那些走動腳，跟主人就來喊我，喂，誰哦，都在做乜東西？哦，病人走，病人走，站嚟就走咧啊，冇話留得個片哦。你都係啊，都大概散那邊嚟講哈。我們常常會送上一個善當醫療啊，是歐洲人啊，對啊。跟媽媽親款多人啊，都會喊嘛，都給煲湯。我們是很大的一個家族嘛，因為去個煲湯給別人喊講，有咩啊？哎，轉來啦，轉來啊，竹燒大把轉來哈，我講死。沒有扎多都轉來啊。可能有短影音啊，有兩三的調整。哎呦！你們在幹嘛？就拿着手機，你們在幹嘛？對，拍他。哦，一閃一看到，我趕快走。這樣，阿哥在走，我們才給說沒有，我們就是想說，就看了就摘一下，我們想要吃看看。對啊，那你們為什麼要這樣摘呢？
对啊，不是啊，那个你那个朋友呢？他可能有事先走，去尿吧，去上厕所这样。哦，是啊，那你们这样子，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对啊，你摘了，那你吃了吗？吃了。甜吗？甜吗？好吃吗？那你问这个干嘛？没有，因为我想摘一个吃看看。你又没给他输哎，闹事哎。好啦，冲色了啊，欣赏公平啊哈，抢球啊，欣赏。讲花上当在上哦，唱歌的戏要注意吼，应该多听，多学习。转脚柔，样是个，伊紧张咯伊吼，7到8点啊，唔定得到那位啦哈，双腿嘛，之前不用说，上人不用好了，按掉上就把琴啦，大家同你动作上的比赛都会，犯了错误就会紧张，今日看到吉娜，我那小吉娜，我个新北市客家师傅叫佢，人嘅当场係因為我哋呢啲樣出嚟嗬，所以兩隻皮下都係腦眼大亂台啲啊啲節目非常好。做阿鳳講啊，做幾十年下去，每20年做到長長久久，加油！哦，是就看下嚟看分數咯，哈，看一下鄭玉米嘅分數。嚟。哎呦，8九，哎呀，棒了哦，没有关系，我还会再来。张哥来了哈，好吗？哈。对呀，你看哇，杨丽如懂反应啊，哎呀，励志。机会加练习咯，吼，加油加油。哎呀，你等下紧张的那种心情拿走了哈，对不对？唱歌就唔好緊張，好嘛？以前都不會練，還落嚟張飛安樣。冇那推動書啦，推到輕吃鹽哦，就算有上次上冇去了，你吃醬咪會衝出來嗰種，會多兩種長途，係嘛？哈，好嘛哈，謝謝你，謝謝安子 C， 好了，真係當不好，謝謝安子 C。好，來殺下來，殺落去做興奮帶來落山歌，來彈緊啦。歌传颂，多依金南，歌词了。
哎呦，兴奋剂啊！兴奋剂的粉丝懂我呀，懂疯了，系咪？好，亲戚朋友他个全部是敌人来参加比赛，哎呀，上礼拜冇播出，他家见大天发光，因为我冇看到你。哎呦，真的哦！上礼拜播 TPG 吧，呀，TPG 吧，难怪啊，收看率就降低了。哎呦！因为人家粉丝冇看的嘛，我很記得看啊 ，TVB 發當然你有看啊，看到跳講冇看到我。哦，看到跳冇看到，我同大家講一下，因為安尼啲比賽節目，所以對啊，上下會做 TVB 發，穿插下 TVB 發節目啦，哈。他唔係等於他導演嘅比較多元的形態啊，形態出嚟俾大家看啦，係啊，哦，係啊。人家嘅人某嘅。加冠哦，加冠的好容易哦，沒有看到你節目哦，有哦，因為也關係嘛，唔第一看到，本來就有看嘛。其實按節目當到唔咩你客家出拳那邊有新過的嘛，可能也粉絲吧。唔一定啦，佢講俺某嘅媽媽當好衝，係因為參加比賽看的係嘛。哦，一定要當好衝過啦。對對對，但是之前哎呀，的節目講真的，當到唔係客家做拳的朋友，只有數看的節目。對呀。有本人演出嚟過誒，老到幾客家人係好上癮哦。哎，嘿，佢就吃家母來講，你是吉娜嗎？哦，嘿啊。你那時候有化妝嗎？沒有啊，素顏。我化妝不化妝沒有什麼差吧？是啦。自然美，你講哈，嘿啊。所以我也不過嘛，出拳的朋友都分養啊。分養，係啊。其實東河啊，係啊。交流嘛。係啊，多學一種語言，因為多一隻機會嘛。啊，聽人講到有一模樣。係啊，他笑，他唔敢講。講你咩剪起來？對啊。好啦，衝出來啊！唐先生公平一下，唱幾個先生。好嚟。好，新聞記今日帶來一個樂山歌哈。其實今日台灣都為也上唱了慶賀，哈。啲一個樂師也有章，佢嘅本身嘅上有當前啦，哈，相當前。本來唐到前3段唱得當好，應該俾當高分。結果你前面段有冇唱到嘅冇？哦，有冇唱到呀？冇唱到嘛？因為唱有客家好聲音，唱有了好聲音呐，客家就那些。冇唱到。唱有了好聲音。所以我講哇，前面唱得很好，但是也一般人會冇注意到呀，所以也有2隻是冇唱到，本小高嘅分呢啲咯，喺背要注意哦。喺假使講，經常睇下一厲害時節，佢就千難講，一定要注意，啊，28隻是要唱齊來，完整來。啊，繼續加油！尤老師贏來太重，贏來太重，對啊，贏得有6到4分。你這樣冇發現啊？冇想到，冇想到。你覺得贏來太重？你可以看醫生哦。有衝久的老多嚟啊！用。好來，看一下今日分數啊！看一下主新婦嘅分數。來。100Q 一分，你冇 Q 吧？96，對嘛？衝得清後呢？對呀，大爽。哦，4位衝久了，28.4。哦，28.4哦，大家注意哦，哈，冇溜鐵了啊，哎呀，冇那個含混住過去啊呢。起來太重哦，哈。哦，好，衝太多，大家注意啦。OK，好了，再一遍啦。謝謝。好嚟，沙來，陳李門帶來3個字。好嚟，等個啦。有火了。
流冲呐，心波上流冲呐，好命流上呐。大概都8年来啊。对啊，8年来的朋友讲，因为佢唱歌嘅资源較少啦，對嘛，線上因為而線上嘅幅度法年嗰邊較少，所以嚟到也因為唔可以。做在青浦青島啊，你青島嘅欣賞啊，來聊聊吼，我第一擺來個我漢苗從三台跳，哎呦，從漢苗。拄拄學得林展義老師有哦，林展義老師，伊愛個從散過字有冇？愛從低調啦，叫你從個做呢陣未低調唱法，你個做呢會降 A 啊，愛用低調來唱，就創造就變體哩。哦，向大，咪個低調啦降 A，個做呢冇強用。嘿，韻無強用哦。做呢冇強唱，做呢咪冇強。哦，所以佢馬上就自降講，那從 A 降 A，叫你啊唱法係從降 A，咪從低調。哦，我樣第個哦，哎呀。之前線上咧冇講過，之前你有線上搞過嘛？有學過嘛？因為嗰陣時咪線上教，佢嘛冇講。哦，寫冇線上。樣板長唔掂。對對哦，寫來同寫來，我馬上一指點就。人咪就彈出來，人家跳也錯。啊，其他線上。他就講跟謝啟國老師啊，跟魏勝松老師講，有人帶入從唔好啊，你冇從帶下，你從未遠啊。哦，帶入嘅部分。係，你冇從下，你要唔送來啊，會前硬啊。哦。叫我帶，我帶入會加強啦。我要注意啦。我咧李秋霞老師吼。伊樣板講咗，你唱歌冇強邦邦嘅，強邦邦，你唔可以你個腰動到通脹嘅，有錢到通，全部都要輸到線上嘅字幕，要過起魔杖，按起直接來那個，按橋按起有那個打拳的動作啦，啊起魔杖起直接啦，對啊，啊所以吼就會。看那是冇強用嘅。對啊，我講出生意嘅時間，你把摸啊，你做乜講偏偏呢？做嘛摸啊，除非落枕啊，講偏偏呢。青島欣賞來指頭嘛，就會進步。所以我哋啊唱歌了吼，我就要感覺自家要進步咧吼，要受過啲咧，要啲啊低調咧。那有去數到啦。真係要對碩果僅存的老師都自調。就開始講碩果僅存。你還有見來見到誒，欣賞推。對啊，我覺得這有幾個字典真係會進步多。青理會欣賞都啲嘢年後年啦。來也比賽就對嘅啦，係啦，哦，他講唔是講出來也比，對嘛？能比能學習。好，來唱嚟唱，再欣賞公平哈。低調低調。從你們欣賞哈，呢一拜哈，最重要嘅係第2到第3期啊，一個迷上嘅語言唔拉足。啊，嗰個做母親孫都厲害，其他算起來嚇，按歸屬講來講，還算平順啦，啊，所以按叫我看到嘅嚇，看嚇因嗰個見唱見後生，有咁講話。有啊，心情越來越好就會後生，對嘛？很持平啦。唱歌身體會健康嘅，對啊。8年啦，見來都見好嚇。嗌下禮拜係咪有過去？哎呀，咩過嚟了嚇？有時間係我打電話問嚇。咁我來了嚇。係食夾嘅那個檸檬汁。嗱，檸檬汁含菜哦，含油哦。含油啊！等我講唱講太咧，係咪？有。好，安志先，安志先，好，我哋知道。看下分數咯。嘅檸檬汁啊，唔係，看下嘅安尼分數啦，嚇。誒，看一下陳理明嘅分數。好。91.5分，目前嘅10個分啊，留下來冇問題，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哈。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望前睇個安志先嘅片啦，沙雷係 V 面咋，賴燕婷帶來片板。帶來彈過啦。
哦，你是有去？你今天有没有压力嘛？你今天没有压力是不是？对了，今天前面的分数是懂呆。猛冲安丢。还是你有去参加那个啦啦队 ？girl 这样子。啊。啦啦队炸裂，陈子豪炸裂，陈子豪来。哎，你英雄做亚 Q 嘅那个啦啦队 girls。哦，真的，会不会太矮了？哎，做唔得吗？真的，做狗张海啊！然后我看他们好像都有特别去选，有按狗吗？以前要160，有规定嘛？有规定。我没有，你没有160。对，我说要参加那个啦啦队，一定要160公分以上。要有去 Google， 之前有这个秀法。哦，160还好。那现在还有这个规定吗？没了啦。那你就可以啊。你做得起啊？对啊。你对亚 Q 有兴趣吗？太多认识的了，会尴尬。啊？认识谁？以前有参加发通就认识玉里棒球队球员还有教练。对，然后认识之后就开始去看他们比赛。比赛过后就每一场你都去啊？对，每一场都去。没有，他们会在台北比的，所以他们上来我就会去看。俩还兄弟，俩还马萨。对，兄弟，现在这是兄弟象的张祖恩，投手，他在做兄弟。我们很好，我们从国中就很好，然后就看到他现在打到职棒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崇义高中的教练，对，然后也很好，因为我会去 hip 兄嘛，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认识，然后就会请我帮他们拍照。所以你去看这个棒球比赛，你都不用买票，就直接就进去了，就可以直接去摄影席，可以直接进去他们球员的休息室。那你省很多呢。我省很多。然后这个是兄弟的于谦，他从以前就很厉害了，对，然后他现在也是被兄弟象就是列为蛮厉害的球员，培训球员，对，没错，是一军，他是一军哦。你是兄弟象迷就抽嘞？对。这个好高哦。对，这个很高，这个他是也很厉害，然后他好像去旅美了，就是去国外了，先打小联盟去了，应该是去那边培训。他也是投手，他很高。对，俩条运动员正经动力很。哎呦，对，你有去看过棒球比赛吗？青球以前。东球以前。职棒联盟。有拉球吗？我是有一次新庄棒球场，然后好像富邦跟兄弟他们在争冠亚军，对啊，邀请我去那边表演唱歌。表演哦，就是他们在最后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啦，不是开球，不是开球，开球曾经兄弟有找过我，但是那个裙子这样，好不舒服哦。对哦，那个现场那个震撼，哎，真的呢，哇操，太恐怖了。哎，我就算做一日球迷也觉得很震撼哦。对，我是说我唱歌的时候那个震撼，没有啦，因为他们安排我在那个就是包厢，没有，我在包厢里面，我就站在那包厢这样看着整个球场，那个震撼度真的是无与伦比，哇，太棒了，那太惊艳了，真的。那你后来有再去看吗？后来他们就没有邀请我，我就没去。好了，从所的唱高中欣赏公平哈。燕婷因为创业平板，基本上。评选啊，吼，基本的上也以后，假是有欠点的素材就铁机的就创国的国庆米方的前运唔到啦，吼，也会很要注意哈。天一机喊挨打嗰只是今日创也以后啦，但是唔拉啦，吼，做得。去谈看啦，也就落好的米方的前运就算清好。第三季啊吼，但唔讲水按沉思，迄特别落带吼，无按嚟创，迄我按嚟创，我创但唔讲按沉水。嘅前的运数我无同样沉。看冇嘅，按成水嘅创作冇咁樣，落大下嚟創啊。其他相當好啦，加油！好，安子謝，好，相當好。我來唱陳黎明開講，陳黎明開講。講下看評書。你可以帶幾多人啊？看本書今日聽100。聽100，聽100，還記得清清楚。這個還記得。好，來，好，看下來看賴燕婷嘅分數。
你说爱要慢慢累积。然后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是我这个是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女生，就是我问她，就是你喜欢你要爱情还是面包？她说她就一口就跟我讲说她选择面包。后来前不久我收到她的喜帖，她真的嫁给面包师傅。好，看下来看赖燕婷嘅分數。好。哎呦，恭喜燕婷 B 面成功，冇問題。B 面器官搶登上 B 面扎破 B， 恭喜賴燕婷。農業音樂會，哇！今日喺節目當中啊，有唱到一位貼喺裏邊啊，我睇到佢行唔錯棚嘅。你有問過？係啊，哎呀，要唔係談話性節目，哎呀，音樂性節目，可以拉嘛啥？大家對佢非常嘅熟悉啊。哎呦，你係一種啊，看唔清楚呢。你係一種係一隻團體嘅那個男子合唱團體嘅一個成員，一個成員。啊，一種咩有才嘅周杰倫嘅演唱會當紅同佢跟他演唱呢。而且這個團體已經解散很久。解散很久了嘛，係冇？我從結果嘅，係冇。哦，一位真係不得了。不得了啊！你擘個風咗你揣到喺節目當中啊。唔掂呢。係啊，哇！哎，來歡迎一位客家一哥小鐘。在腦海裡慢慢褪色的曾經，過去的甜蜜或許只是一場遊戲。我們在愛情裡漸漸失去了自己，只剩下傷害彼此感傷的情緒。你說愛要慢慢累積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種病。說不清，搞不定，讓我墜入漩渦裡。你說愛要慢慢累積，忽遠忽近，陰晴又不定。說不清，搞不定，讓我一直眷戀的是你。回憶在腦海裡慢慢褪色的曾經，過去的甜蜜或許只是一場遊戲。我們在愛情裡漸漸失去了自己，只剩下傷害彼此感傷的情緒。你說愛要慢慢累積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種病。說不清，搞不定，讓我墜入漩渦裡。你說愛要慢慢累積，忽遠忽近，陰晴又不定。說不清，搞不定，讓我一直眷戀的是你。我們說好別哭別強求，我的心依舊為你停留。我無法說出口。你說愛要慢慢累積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種病。說不清，
高不低，让我坠入漩涡里。坠入漩涡，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忽远忽近，阴晴又不定，说不清，高不低，让我一直眷恋的是你。谢谢。暗自谁？什么你？钟成云还骂傻了？钟成云，没乱讲了。哎呀，人家现在是还好你没叫我钟汉良啊。钟汉良，我眼睛还好啦，应该还是钟镇涛。哦，拜托他。哎，董方毅啊，不要钟馗就好了。哎，不要钟馗，钟馗只有7月半时候才可以出来。对，他今天是歌手了，形象要顾好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平常都是搞笑。但是真的这一次很认真的出了这一首单曲。对啊，对，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不是，为什么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实在，很实在。我妈妈说不要浪费这个钱啦，哦，真的，尤其你这个年纪啊。这个钱不要乱花，所以这个钱是自己出的。你还转新吗？全部都自己出。这是专辑吗？这个是单曲，单曲我已经花了很多钱，更不要说是专辑。哎，你是客家人呢，你愿意花这么多钱去制作一个，你就知道。但是你板子为什么不做大一点？因为这你还表演呢，你还没 CD 呢，你客家精神，客家精神，对。如果做太大的话，就跟一般人一样，太普通了，看得太清楚了。嘿，我们就是要没有神秘客家精神，我们就这个。哎，我们到处都可以拿着，我们上所有的节目，哎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掏出来，裤袋里面也可以拿出来，掏就掏出来，甚至你上厕所都掏出来，跟旁边人一起尿的。这样扶，这是我的细心，没有就这样扶在墙上，这样你宽到毛这样，还带点味道，对，一手就可以掌控的板子，一般扶到墙上，都像那么5、60岁的，站2分钟还尿不出来。对，还说哎，钟哥来到我们节目真的欢乐不断了，够清旧呢。这个节目已经第几个年头了？闷啊！哇，已经有快22年，对，你是第1年，你都已经是换到第几个主持人了？第3个而已。而且吉拿算是这个所有这个女艺人里面最厉害的，因为吉拿棒嘛。吉拿棒，对，吉拿棒。小东哥有在follow我？我当然有follow你啊！我觉得你真的唱歌唱的真的是哇，眼睛闭起来真的是这个会谈恋爱，对不对？眼睛张开会流产，眼睛闭起来会怀孕。不会，他的歌喉，因为我以前有这个主持过很多客家活动，有赌沟了，有赌沟啊，有赌沟小东哥，他的歌曲还有曲风其实都是比较新客家的，这还真的，我非常喜欢。所以你刚刚那一首歌是比较属于通俗一点，很平常、很通俗的，很朗朗上口。而且我为了要刚刚在旁边是跟着唱哎，罗哥就腾冲了呢。因为我为了要省钱，这首歌词曲还是我自己的，自己写的，不会下料狗曲啊，东冲是吧？因为我10年前有出了一张专辑，然后我想说，我现在这个年纪，如果现在不出的话，我可能以后可能没机会了，更没机会出了。对呀，所以你还是没有忘情唱歌这一个习惯。对，然后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是我这个是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女生。就是我问他，就是你要爱情还是面包？哦，他后来跟我讲说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很有钱，他说选择。你现在很有钱是吗？现在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现在房子好几栋了。现在我家就是住在华视隔壁了。哇，所以还可以。难怪你今天会来，我想说，怎么邀请得到你到我们这种小节目来？我来参加这节目有一个最主要重点，因为这个地方路也离我家很近。喂，没有了，回归到这首歌，就当初要慢慢累积。当初为什么会写这首歌？就是我那个女生嘛，是。我就问他说：“面包的选择。”他说，他就一口就跟我讲说，他选择面包。后来前不久，我收到他的喜帖，她真的嫁给面包师傅。那他是真心的，他真的选择面包，你这是自己编的，真的。我好像有听过别人也是这种故事。所以感情的事情就是要慢慢的累积，爱一个人就是要慢慢的累积，你才会知道他真正的他。
所以我觉得爱是要慢慢累积。就走着一定会碰到对的人，就然后你有感而发写了这一首歌。对，然后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个人等我的。我爸爸，我那天跟我爸爸讲，所以你爸爸会在终点等你。结果我爸说，我不会等你，我相信阎罗王会等你。总会等到一个人吧？总会等到一个人，总会等到一个人。你爸爸也会在另一个空间里面等你，都会等你了哦。对，而且这首歌还很厉害。对哦，他还跟我们客家优秀、亲优秀的锤子，庞博义合作的。哦，有彭博义，跟彭博义合作，怎么蹭上他的？哦，金曲歌王，蹭上的，应该是他蹭 Q 囧啊，应该他蹭你，应该他蹭我。对啊，应该逻辑上是这样。尹不要有一次参加主持一个活动，嘿，杜豆基，哦，这梦讲啊，这唐吉冲狗，哦，很普通。还不错啦，但是你弹个 piano， 弹 keyboard， 哇，冲狗的时间哦，真挺浓厚，我就觉得他的情谊不错，我就稍微 Google 了一下他，还找不到这个人，更清 Q 了吧？他入围好几次金曲了，我就发觉他是个金曲这个入围金曲的，然后他制作了很多流行音乐，我想说，那我这首歌我需要一个很厉害的编曲，然后很厉害的制作人，还是请豆基。哦，然后最主要这叫大天阿本给，大天阿本给。哦，我直接在 IG 密他。哦 ，OK。他7天之后才回我。哦，真的过头期才回你。没有，因为他比较忙，他一直在制作什么原子少年啊那些专辑，所以他就比较慢回我。我就说，有俩机会，你老爱编曲，老爱制作，要去高 Q。他要钱吗？提供没问题。没问题，钟哥，你一句话，跟我想问的问题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找他可能想要比较便宜。对，我找他最主要也是因为他便宜了。他就说没关系，他说钟哥，钱小事，钱是小事。我有这个荣幸帮你制作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。那我们就一起做了这个东西。哦，单 Q 就出来了。对，哦，没发行一层的嘞哈。一张页嘞，一张页嘞，一张页天天。那你有没有打算要怎么去做宣传？我就是。你现在上了几个节目了？目前上了差不多10个节目。哦，10个节目，谈话性节目不可能让你唱啊，我都硬唱。那你跟张秀晶一样啊？我们而且不是拿1350，拿通告费哦，我们还硬唱。就是为什么做这个你就知道道理，我就随时掏出来。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种病。好，再一次。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种病。再一次。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种病。哇，好好听哦！一句就够了，真的。我们两个合上去很好听。你们两个真的，这首歌应该找你们来合唱，不该一个人唱。你应该打电话给我们了。对，一个人唱的话，那个破绽太多。不会，你那么有才华，谢谢。各位金后堂啦，其实懂会中国，你不能就引光引，你就狗述出来，对，我们以前后来是走歪掉了，对，因为以前本色展现，我以前也是这个像你们节目一样，也是参加歌唱节目，歌唱比赛出来的，才被发掘组成那个团体。我们团体有那个言承旭嘛，还有那个仔仔嘛，什么团体？周瑜天嘛，还有那个是流星花园，那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不一样。我明明记得，我们是羞于见人啊，羞于见人。乌漆嘛黑嘛，不是吗？乌漆嘛黑哦，你还知道这首歌哦？迪啊，迪哦，我还有台前记忆的嘞。那你还有想要怎么做宣传吗？我就一步一脚印，因为现在媒体真的太多了，像以前我10年前的那一首歌，就是分开的结果，就是节目上一轮之后就破100万了 ，YT。现在我节目上一轮的时候还不到3万。媒体真的太多了。以前3台时期的时候，我叫张明公说：“拜托你们不用花钱，我去上个节目就大家就听到了，就这样子啊。”但现在不串流平台多到你已经真的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做宣传，这是真的，让人家听到。所以说，因为这个频道太多了，你也小杨哥去街头唱啊。
我有去，因为现在大家随时那个手机就会那个。有吗？我在西门町的街头，然后直接拿一个这个蓝牙喇叭，我就边走边唱边宣传。那就跟那个运转人生那个一样啊，他也是这样背着一个。大家的 feedback 好吗？哇，真的也是普通。大家赶路的赶路，赶回家的赶回家。我那天看一个歌手，不好意思，请让这样。我那天看一个歌手，他是大概就站在那个天桥还是哪里，反正就人潮很多的地方，他就放着他的那个一个耳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然后他就写了一张。用那个纸板写了一张，就说这是我的新歌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麻烦你们听一下。然后就过去，有很多人就过去，然后他也没讲话，他就拿着啊，真的就有人听啊，听完以后还有人哭哦，真的哦。他就把这一些话，他可能就记录，好像把好的都把它剪下来，这也是一个宣传方式，也是个宣传方法。还有可以找一些人去排队就好啦。还有人就会直接还有谁好的？还有一个新的方式，就是他也是会到那，譬如说中山区那个赤峰街很多人嘛，他会拿一个耳机说，这首歌你听看看，就自己的新歌。对。你看我那个芭蕾，我不是也是到处去，然后你们跟我跳一个歌，咖喱芭蕾，对吧？也是一样啊，就是你看反应很好吗？自己的歌自己宣传啊。现在都是这样，怎么办？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是自媒体的年代，是啊，所以说自己的命要自己救，自己的歌要自己宣传，自己的那个。而且他的专辑又不是索尼，又不是华纳帮忙出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就完完全是他自己出的，我还自己上传到 YT， 上传到各个媒体，我还自己掏腰包，对啊，我什么东西都自己来。你有自己买广告吗？广告这我不花钱的。没在一起，该钱啊！那个就是丢入海里而已，对。连他都跌，要自己他从人。钱要花在刀口上。对，那接着再来一首歌了，好不好？连他头摆有下一首客家歌曲，写时的客家中很多。很美好的回忆，古时候是下廖树狗，捏田给风，咸水汤狗，有把那些情景写在这个有，哎呦，那很温馨哦。好了，堂哥啦，来，捏田给风，捏田给风吹过。今日冲退以后，一听以后来参加比赛，一定会那都硬冲啊，提供太家来冲啊，对，哇，很制作胆飞啊，强迫，对，指定曲。如果唱你可以算200就好吗？我不收钱。我在这里说哦，有选手冲海量捏田给风，我不收钱，我还拿钱给你。山河水的地方，梦中的天堂。离开都市的心情，都还顺起变轻松。路过水的暗布条，微风自然吹。你的头那么随风散，爱的心老你。向下哦，热天的风吹过，带着爱的忧伤。蓝色、白色的天空，最自在的地方。热天的风吹过，音乐留起最好。风烟从背到安内路，有头发嘛飘落，飘落。山河水的地方，梦中的天堂。离开都市的心情，都还
来顺去拼强输，路过水个暗不透，微风刺眼吹，你个头那么随风散，爱个心老你恐怕哦。逆天个风吹过，带走爱个忧伤。蓝色、白色的天空，最刺彩的地方。逆天的风吹过，音乐留记最好。火焰从几都暗的路，就同花马飘落，飘落。记最好，火焰从几都暗的路，就同爸妈飘落，飘落。哎呦，后堂啊，两条狗哎！哇，这个太庄严了。后堂法喜充满，后堂啊！哦，真的，哎，你这要条歌，哎，很清新的感觉。对啊，有人必须唱歌啊，有人有啊，真的哦，真的啊。第二节目有唱歌，他唱这首应该一下就落选了吧？可能是哦，因为这首歌其实不好唱，不好唱，对啊，其实很难唱。我写的歌都不好唱，真的，我写的每一首歌都不好唱，真的，因为也不好听。不会好听，没有，如果10年前写这种歌，真的是算很新颖的一首歌。现在很多这个客家的后上人啊，这样哦，下一歌曲全部都后堂。但是我种唔见比冲突以后，一听以后来参加比赛，一听那都演冲啊，希望大家来冲啦。对，我很制作单位啊，哎呀，强迫，强迫，对了，强迫指定曲。如果唱，你可以算200就好吗？我不收钱。哎，我在这里说哦，有选手冲海量，你也填给否，我不收钱，我还拿钱给你。暗自 say 什么语？这首歌有上串流吗？你也填给否？有上串流。没有，发行清 Q 咧吧，两条歌。哦，东 Q 嘛深演咧，深演咧哦，深演咧，有深演的时间啦。有深演。你就同你嘅送一种专辑差不多了呀。就是送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。孙沙下一条客家歌。深夜俺在节目上冲过100的。冲过100。冇啦，爱落一张冲过100。哦，冲过100。有英雄啦，因为我吃到俩歌冇糖歌，一后糖啊，有门之中两条歌会骂你那歌哎。哦，就骂啥下他说客家一哥小种哦，不是罗时丰啊，真的。他是达哥。冇啦，庆祝有什么佢个审美客家字体。系啊，客家字体。还有客家歌的冲撞。客家走，他没有忘情客家啊，真嘅。唔可以啲其他平台，我表現到暗號、暗讚，有沒有我唔記得客家東西啊？很奇特一點就是說，因為小鐘哦，大家可能對他的印象就是屬於比較搞笑型，對，搞笑型。然後你要回歸回來，認真唱歌的，有一些觀眾可能會覺得會想笑，會想笑，不習慣。很多觀眾都跟我留言，藝術是不能勉強。你還是好好變魔術，不要把它屏蔽吧。講冷笑話，你看你自己又把它變回來。對，你從頭之前做什麼要像什麼嘛，做嘛該是衝嘛該。對，你要是有一句名言，真的是什麼做什麼，做什麼就像什麼，對不對？做狗數就會狗數啊，後衝狗。真的啦，因為我覺得，這個歌曲就是我現在的心境，就是上了年紀我就比較隨緣，對，如果真實的心情，如果真的這個歌賣假掰啊，太假氣氛呢發，那就可以傳唱。大家不喜歡你去強迫人家，這也是不好的，對。不會吃人。我相信一條歌一天以後變成你節目嘅安尼哈。
点播。你也填给冯啊？系啊，参赛点播一个高段歌曲，一天啦，一天啦。反言行歌咩做多多支持，爱要慢慢累积，再三遍，慢慢累积。再3遍。老师给我个 key 谢谢。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种病。再一次。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种病。One more time。你说爱要慢慢累积，太快太慢都是一种病。哎呀，什么？一般节目2个会打流10次，好想来你这个地方做专访，嘎自低了，多多支持，支持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罗哥，谢谢，什么？谢谢景娜，谢谢，来我们这种小节目，谢谢。好了，他个好唱歌，加落报名哈，大家落来人9666676人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什么呢？多谢呢，小钟哥，客家一哥，慢慢累积，多多支持。老师还有没有去欣赏？子轩辛苦嘞！是梦演唱的工作也辛苦嘞，子轩。好，下礼拜嘛唔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。